先驗車後落訂，咁就能夠保障自己免招損失啦。啱啱我哋咧就已經去驗完咗呢架2021年嘅 A3 Audi 啦，本身嘅表面咧你係近乎揾唔到有問題嘅，揾唔到啲好大嘅瑕疵出嚟。咁但係唯獨是咧喺條胎嗰度啊，同埋嗰啲手指位啦，咁都揾到一啲問題啦。咁例如條胎咁啦，佢裏邊嘅位置啦，就已經係光頭同埋損耗個位置好嚴重啦。其實你表面睇一條胎，你唔可以即單憑睇嗰個外觀就界定到條胎起相啊嗰啲嘢噶喎。因為你要睇翻呢條胎本身已經有咗5年嘅使用啦，咁佢其實已經好多地方裂咗啦，再加上嗰條胎嘅內邊嘅胎紋啦都比較光頭咯。咁所以我都話翻俾佢聽，呢條胎其實係接近危險，所以要即時更換噶啦。去買二手車其實唔可以光睇表面，你係必須要多啲去了解一架車嘅損耗啊，或者你未來翻嚟嘅保養啊，會唔會用好多錢去搞一架二手車啊？先驗車後落訂，咁就能夠保障自己免招損失啦。揀車重要，揀驗車公司更重要。HKMI 冇車行資金，冇車房背景，冇利益衝突，20年來守護你嘅安全，始終如一。